今年台南购物节加码花开的大礼，拢一摆呈现，相当使人期待。经期待是对5号开始第一摆抽奖，伫律师的见证，由市长黄伟哲亲自来抽，其中1万块以上的游天券、55寸的电视，加2台智慧型电动机车，随着彩球的跳动以后，来决定幸运的得奖者。第一台电车，洪家等智慧电车号码已经出现一半喽。好的，我们的号码已经完成了，请市长就大声的帮我们公布出来。2625349，2625349，这个不能念错，要不然算我。真的。市长表示，对8月23开始，台南购物节到目前已经累积12亿的消费金额，将持续到明年228，邀请民众消费爱趁早，抽奖的机会愈多。那我们知道台南购物节到现在，我们今年的这个好礼可以说越来越多，而且陆续在募集中哦。不仅是现在有了第一户的房子，我们还有很多好礼啊，包括房子也升级了，包括车子也升级了，包括这个普奖也升级了，好，所以未来还有更多的这个好礼，欢迎大家来。那今年是第一炮，那所以说我们希望说各位朋友要来消费趁早，要来参加抽奖，因为你越早来参加，会是谁呢？相信大家现在线上都很希望自己可以中。参加抽奖的机会越多。那刚开始参加抽奖的时候，那个参加抽奖的人没那么多，消费的金额也没那么高，所以中奖几率高。那你越早来参加的话，你未来还有好几次，除了第一次，我们还有第2次抽奖、第3次抽奖、第4次抽奖，所以你抽奖的机会也变多。那所以说，我觉得其实早鸟计划一定是要的，好，所以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希望早点参加购物节，绝对好礼一定有机会得到。市长表示，民众只要消费满100块，就有机会抽汽机车加价值600万的厝电好礼，嘛借厝边疫情过后的振兴商机。台南新闻，阮子何超邦采访报道。